2015年文憑試數學科卷2第37題。呢一題咧就係講一個等比數列 geometric sequence。一般等比數列咧，我哋都會叫第一項咧就係做 A， 第二項就會 AR， 第三項係 AR 二次方、AR 三次，一路如此類推落去。咁今次呢一題所講嘅等比數列咧，佢係由 X1 做第一項， X2 第二項， X3 就為之第三項，如此類推嘅。題目咧就話咗俾我哋聽 ，X6 即係第六項咧就係等於216，亦都話俾我哋聽 X8 即係第八項咧個數值就係96。好啦，我哋睇翻 X6 咧就等於216，咁相對於一般我哋嚟講嘅第六項咧，喺等比數列咧就叫做 AR 五次方，而第八項咧就係 AR 七次方。咁即係話 AR 五次方就等於216，而 AR 七次方就係96。咁我哋可以叫呢兩條式做一式二式啊。咁跟住我哋想辦法去計 A 同 R 嘅數值出嚟。咁我哋可以將第二式除以第一式，咁即係話 AR 七次方除以 AR 五次方就係96除以216。咁約咗個 A 同埋 R 五次方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有 R 二次方等於4/9。咁跟住再開方咧，就會有正負嘅開方4/9。開方4就係等於2，開方9就係等於3，所以 R 就係等於正負嘅2/3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再將呢個正負嘅2/3代翻入去第一式嗰度，咁就可以計翻嗰個 A 嘅數值係幾多。咁 A 乘上正負嘅2/3嘅五次方就等於216。咁我哋計翻咧，2嘅五次方咧就係32，而3嘅五次方就係243。跟住 A 就會等於呢個216除以呢個正負嘅243/32，咁即係等於216乘上正負嘅32/243，將佢顛倒由除變成。咁跟住我哋就計到 A 就等於正負嘅1640.25啦。好啦，題目問我哋 X3 係咪等於729？咁我哋就睇下 X3 咧 ，X3 就係等於 AR 嘅二次方。咁 AR 嘅二次方咧就係等於 A 咧就正負嘅1640.25乘上呢個 R 咧就係正負嘅2/3嘅二次方。正負嘅2/3嘅二次方就計到係等於9/4，因為正或者負嘅二次方都係等於正，所以呢個咧就等於正嘅9/4。乘上呢個正負嘅1640.25咧，結果就係等於正負嘅729。嗱，咁由於 X3 係可以係正729，亦都可以係負嘅729，咁所以第一項咧，佢話佢係等於正嘅729咧，就未必啱啦，因為佢有可能係負嘅729，所以第一項就係錯嘅。跟住我哋又問 X5 嗰項除以 X7 嗰項係唔係大過1呢？咁我哋就要去計下啦。X5 嗰項就會係等於 AR 嘅4次方除以 AR 嘅6次方，咁即係話係等於1除以 R 嘅二次方，因為 A 同 A 約咗下 R 4次同 R 6次約咗之後得翻 R 2次，咁即係話1除以正負嘅2/3嘅二次方。咁正負嘅2/3嘅二次方又會等於翻正嘅9/4，咁所以1除以9/4咧就即係等於2.25啦。2.25就好明顯係大過1嘅，咁所以第二項咧係正確嘅。好啦，到第三項咧問我哋就係話 X2 加 X4 X6 一路加到 X2n 係唔係細過2015咧？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呢一個 X2 加到 X2n 其實係一個咩數值咧？呢個其實就係一個 sum to infinity 無限項之和。咁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嘅 first term 究竟係等於乜嘢咧？ first term 就係 AR， 即係 X2， 咁就係 AR 咧就會係正負嘅1640.25乘上 R 咧就係正負嘅2/3。
呢兩個數乘埋咧，就應該等於正負嘅 1093.5。咁即係話我哋嘅首項 first term 咧叫做大草 A， 就係等於正負嘅 1093.5 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下佢嘅公比 common ratio 我哋暫時叫佢做大草 R。呢個大草 R 咧就應該係第二項除以第一項，而第二項咧就係 x4， 而第一項就係 x2， 咁所以就係 x4除以 x2。由於 x4咧就係 AR 三次方，而 x2咧就係 AR， 咁所以 AR 三次方除以 AR 咧，結果就等於 R 嘅二次方。咁 R 二次方就即係話係正負嘅2/3嘅二次方。嗱，由於二次方正嘅二次方同負嘅二次方都係等於正數，所以佢嘅 R 咧就係等於4/9。好啦，咁我哋要計呢一堆數加埋究竟等於幾多呢？就要利用條 sum to infinity 嘅公式，即係 A 除以1減 R。咁即係等於正負嘅 1093.5 除以1減9/4。咁由於1減9/4咧就等於9/5，咁即係正負嘅 1093.5 除以9/5。結果咧我哋計到咧係正負嘅 1968.3。好啦，咁無論正嘅 1968.3 也好，負嘅 1968.3 也好，都係細過2015，咁所以第三項咧係正確嘅。